今日嚟到呢度咧，有一部自動貼 mon 貼嘅機喎。OK， 咁啊試下貼咯。咁部 iPhone 15嚟試下先，咁啱要換 mon 貼。咁咧都貴㗎，嗱一揀最新都有㗎啦 ，Pro Max 都有㗎啦。咁部 iPhone 15揀翻 iPhone 15啦。請選擇鋼化膜嗱，貴㗎，70幾蚊、80幾蚊、90幾蚊。咁啊高清啦，試下啦，哇新嘢喎，梗係試下啦。請確認信息要俾錢喎。並選擇支付方式。支付方式啊？支付方式就信用卡啦。選擇錯誤的哦 ，OK。信用卡嚟俾錢。好，繼續。啱啱俾完錢啦。請拆除手機保護殼、保護膜、手機的飾物，點擊已了解按鈕，右側艙門將會打開。咩啊？我喺邊啊？手機螢幕向上，充電口向自己，咁樣放入去。嗱，向住自己啦。啊，咁咧就咁樣嘅喎。我擺部電話入去咯。艙門打開。咁樣喎。請將手機放在托盤中央。放咗落去啦。手機已放置完成。OK 喎。艙門即將關閉。關閉啦。做手術咁做喎。做手術咁做咯。嗱，佢依家係咪貼緊啊？佢收埋唔俾你睇喎。咁樣收埋唔俾你睇啊！佢話有冇得影嘅必要咧？有冇影嘅必要咧？好似正在清潔手機屏幕，貼膜時長100秒左右。等待期間，你可以根據設備屏幕提示查看貼膜進度。即係佢依家話俾你聽，佢做緊啲乜，叫你喺呢度睇。咁啊，都係咁咯，抹緊喎，佢話清潔緊咯。咁啊，睇唔到入面有咩㗎啦，啊喺度做緊嘢咯，叫佢。OK，準備貼啦，佢話。準備貼，貼唔到，佢話貼唔到失敗咁啊。唔知貼唔貼到咧？有聲音嘅喎，呢啲咁嘅片熟嘅聲。喺呢度咧個零件啊係咁轉啦，轉咩咧？唔知轉乜。Hello 喎。快速2分鐘，自動清潔，精準對位，智能貼合OK。嗶，仲喺度準備貼失敗應該唔成功，係嘛？唔成功，可以試下玩下咯，78蚊就一次就好啦，下次就咪啦，咁鬼貴啊！叫體驗一下呢部機。得唔得咁樣？卡住80%，卡2個鐘，諗住嗌救命啦要，開唔到。着燈喎，係咪得啊？咦得喎，正在貼膜咯喎，貼咯喎，係嘛？貼咯。OK？定係唔 OK？貼膜已完成。我已完成。咁突然嘅80幾一跳，拜拜。請私下表明保護膜已獲得最佳體驗。咁樣。喂，訂單已完成。都有殘粒喎。即將關上。都要刮佢咯，真係。以免被夾傷保護膜。感謝你的光臨，期待再次。等我睇下先。都有嘅，要刮佢嘅，你睇下啲嗰啲波。唔講啦，掛電話先，係咁樣喎。